收听1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2章19到20节。新年行有春，新年行有春。我们是不是在初一的时候都会开始走春呢？那在这个走春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要来表达一年的开始。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寻求新的一年要走在丰盛有余的道路。然而这丰盛有余的道路，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境，会不会觉得有一种令人堪忧的感觉啊？上主为敬畏他的人所预备的福乐和平安，要在新的一年，在初一的时候为我们来宣告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跟福乐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而当我们愿意这样来遵行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经历了。但是这个遵行是一个顺服的功课，而这顺服的功课呢，对每一个敬畏上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奥秘啊！只有经历过顺服上主，然后走在他道路里面的人，深深的知道这福乐是什么。我们今天要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25篇12到13节就这样说：凡敬畏上主的人，上主会指示他该走的路，他们将享受福乐，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是不是很想知道2023年这条路该怎么走呢？在这里说到上主要赏赐敬畏他的人，指示他们该走的路，而且在其中要享受从上主来的福乐。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长辈们做父母的人，做长辈的人，都会为他们的子孙来预备，为他们的子孙来担心，甚至为他们的子孙感到焦虑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啊？这边说到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不是我们的国家，这片土地是我们寄居的地方，这片土地是甚至是仇视我们的地方。我在讲的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在那个时代以斯帖他所遇见的环境。他们被掳到这个书珊这个地方，然而在这个地方，在世世代代当中，好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阵子，这一阵子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是他的一辈子，而在这里的生活却让他们有许多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知道，这时候他们对犹大人、对犹太人的感受是有点仇视的。而在这个仇视的过程中呢，这里19到20节，末底改竟然可以在朝廷中得到一份官职。而这一份官职当然有几个原因。有人说末底改可能是在当时在书珊这个地方是一个有钱的人，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隐藏他自己的身份。他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隐藏他是犹太人的身份，并且这样的隐藏呢，一直延续到他自己养大的养女有人说是他的堂妹以斯帖。他进到宫中当了王后，也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种族和亲属关系告诉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要这样写，然而当我们看整卷以斯帖记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更清楚原因是什么了。以斯帖当时已经进宫，而且已经成为王后，对当时的这个朝廷来说，没有人知道以斯帖他是犹太人，甚至他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跟末底改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秘密，可是这个秘密却也是让他们能够存活的原因之一，也或许是让他们能够成为拯救者的原因之一。
不论说还是不说，在过年期间对许多人来说其实都是挑战。走春的时候，我们是在讲邻里亲友的八卦，还是我们是真实在关怀代祷，将那福音跟盼望向人分享呢？在这里说或不说，其实都有挑战。然而此时的末底改和以斯帖是没有说的。而以斯帖在这其中，如果你是他，你会想到什么呢？什么原因不让我说啊？这时候说不是最好吗？我现在就是王后的身份，如果我们说了，或许犹太人会被用另外一种眼光对待。还是为什么不能说啊？当我们说了，哇，就大难临头了。搞不好也有这样的可能哦。不论什么原因，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听从末底改。这里说正像小时候由他抚养时听从他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不明白，在那要说跟不说之间，好多的挣扎，好多的判断，好多的想法，甚至有好多内心里面的情感。不论如何，上主知道你的心，上主要预备在新的一年给你丰盛有余的一年。然而当我们要说不说，要做不做，要遵行的时候，我们要听的是谁的话语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从我们所信任的人，然而我们所信任的人不过也是人。我们有很多有自信但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方。然而上主却不仅是有自信，而是他就是信心的源头。他要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要听从他的心意，来走在他要带领我们的道路上。而这听从或许我们现在不明白，然而在这一年所要经历的过程中，上主告诉我们，敬畏他的人，他要指示他该走的路，而他们听从上主，他们将要享受福乐，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寻求丰盛有余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国家，看看我们的经济，看看我们的国防外交，看看我们的民生需要，或许会让人觉得，我是不是该为我自己好好想办法就好，好像听谁的都不准。真的很多时候，即使听我们自己的也不一定准，因为只有上主知道。上主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而且不仅是知道，他能够指示，能够保护，甚至他能够拯救。当我们愿意来听从他，就像以斯帖，在这个时候或许有许多不明白，甚至末底改他也不一定明白。然而在上主的计划中，却是使用这两个有限的人，要来带领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经历全方面的拯救。这就是上主对我们的好意。在初一要开始一年新的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来听从谁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更是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你也是为我们预定我们的家人，我们居住的疆界，我们所在的地方所要做的计划的主。主啊，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从年终到岁首，主你持续的看顾带领你的百姓，你更是应许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啊，你要指示他们该走的路。主啊，愿我们就是这个人，愿我们听从你的话语，我们要来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充满恩典有盼望的道路。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丰盛有余的生命，恳求主你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听从你的话语，使我们真实来经历这丰盛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在今年
今天大年初一，就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祝福大家新年行有春，到倒位都有稳定满满。好，我们明天见。